咁同埋咧有個溫馨嘅提示就係話咧每位嘅參加者咧喺1分鐘嘅時候咧就會舉起黃牌，30秒咧係會舉起紅牌以作提示嘅。參加者你清楚嗎？清楚。好，計時員準備好未？準備好。OK， 可以啦，準備以叮一聲嗰個鏡頭開始。大家好，我相信好爸爸嘅定義喺每個人心目中都各有不同。我並冇大家咁好彩，因為喺我未出世嘅時候，爸爸媽媽已經離咗婚㗎啦，所以我唔能夠經常都好似大家咁可以見到爸爸。而且仲喺我10歲嘅時候發現咗一個小小嘅秘密，原來我並唔係爸爸所親生嘅。有時我知道幸福並唔係必然嘅，而凡事亦都唔能夠淨係睇表面，一定要了解事實嘅全部。雖然我並唔係爸爸所親生，但係我慢慢卻發現佢視我如己出，好努力咁賺錢去養大我哋，撐起成個家。雖然爸爸好窮啦，買唔起啲好貴重嘅嘢俾我，但係佢會經常同我分享人生經歷，令我每日都不斷進步。我覺得呢啲先至係真正嘅教好啊！每個人都總會喺人生上遇到挫敗，而我呢僆仔亦都唔例外。我人生上最低潮、最失意嘅時候，朋友出賣我，愛人離棄我，親人亦都睇唔起我。但係爸爸佢總會支持我、鼓勵我，叫我永不放棄，使得我喺人生嘅谷底裏邊仲重新振作站起來。而且爸爸佢仲用咗佢最後嘅生命同我上咗人生上最寶貴嘅一課。由爸爸患癌症開始，一直同病魔作戰。呢個過程我歷歷在目，令我最深刻嘅就係2011年香港10大傑出青年頒獎典禮。當其時我職責係做保姆，負責照顧得獎者。正當頒獎典禮舉行期間，醫院突然間打電話俾我，醫生同我講，爸爸因為病發入咗醫院。當其時我好着急，好想即刻去睇佢，但係爸爸佢阻止咗我，佢仲同我講咗一句：不求個人私利，但求圓滿工作。佢要我無論做人做事一定要有始同有終。到最後頒獎典禮順利完成，但係最遺憾嘅，爸爸就喺第2日因病去世。爸爸呢段偉大無私、不屈不撓、向前看嘅精神，亦都深深感染咗我，令我每日以向前看作為人生嘅宗旨。我透過少少嘅分享，想話俾大家知道，一個好嘅爸爸未必要好有錢，也未必要好有成就，也未必樣樣嘢都要講到出口，做到出面。做子女嘅一定要用心體會，先至可以感受到。送俾大家最後一句：珍惜眼前人，特別係身邊每一個人。無論愛與不愛，下一世大家都未必再會相見。如果我可以揀嘅話，喺下一世我都會選擇做我爸爸高永南嘅仔。我分享係咁多，唔該晒。